嗱，唔係講笑，40零萬個總價買珠海華發出品嘅小區三房，呢度嘅業主咧超過70%都係香港嚟嘅。呢套咧就係3房2廳2衛嘅交付標準，廳出露台。門口個位咧預留咗鞋櫃嘅位置，咁廚房啊，包括牆身啊呢啲交付標準，啲細節位都做得好到位嘅。咁啊呢度咧出到去拱北口岸咧，同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咧就30分鐘鬆啲，40分鐘到。咁呢度咧係15樓嘅位置，望落去，哇塞！呢個樓間距真係好舒服啊！而且門口仲有埋呢個直通巴士返香港，就唔使話轉車嘅，有埋呢啲港式茶餐廳啊，同埋呢啲簡單嘅超市配套係 OK 嘅。平真係好平嘅，首期幾萬蚊，月供2000蚊都唔使。咁適合邊啲人呢？就適合香港嗰啲街邊太多人遇車，繁華鬧市人追夜。冇錯啦，如果你住慣咗香港嗰啲人多嘈雜嘅地方呢，咁呢度我估你都會中意嘅。想唔想實地過嚟睇下呢？3個6。